馬。橫升，太陽高高啊！喺南澳洲，跟住去墨爾本，再塔斯跑嗰啲啫。跟住好冷啊！呢隻試跑得46倍。今日條跑道有追下嘅，同上次比又唔同。呢個試跑得又係通常都冷門嘅，演出就飄忽。係，因為上次好明確啊嘛，就係話去到尾場都係擺前嗰啲先得㗎啦咁。佢係留住喺後邊啊，冇乜走勢。今日就睇翻都有放有追喎。係啊，今日都可以㗎，走外碟都得嘅今日。有個安晴嗰啲咁一路走住外邊嗰啲大千氣象啊嗰啲。呢隻就飛象啦，上季成季都冇跑過。好耐冇見，咁啊睇下跑得翻啦。其實應該有能力啦，咁早展現到啊，上到名。不過今日馬房好靜啊。係啊，畫晒差唔多。係啊，出馬好多㗎，但場都係有馬出。全部都係畫晒嘅。一開場開得唔好都俾人夾咗落，咁已經打窒咗你係。臨尾就 Q 位有啲一膽啦嚇，中環天下啦，最後一格嘅。上季喺何良嗰度都成日上名嘅中環天下，個高分啦起步啦。不過落翻嚟呢啲咁嘅重磅又變咗外檔，好難贏咯。佢會跑得近呢，有基本狀態咁啊，幾好狀態咁啲馬。都仲係有再出過啲汗，歡樂之寶。飛數就都好勁啊，23蚊，神虎龍區32。其實兩個馬房都啲馬都演出都好可靠嘅，其實啦一隊。呂健威、伍鵬志。好啦，集前嘅紅燈亦都已經係亮起咗啦。嚟到第9場啦噃，3班1400呢組都幾精彩㗎，即係好多有狀態嘅馬，亦都有好多未見盡嘅馬上緊去嘅。大家鬥下啲進度啦。好啦，入閘首先呢，見到就飛象、雪山神區。另外神虎龍區亦都入咗，緊接住呢，就勇敢夢想試跑得。好啦，勇敢夢想順利，跟住輪到呢就好如意紅黃22蚊啊！歡樂至寶港林福將呢，亦都起啲飛。好啦，紅黃亦都順利。聰明導彈亦都搞掂埋，中橫天下你知我拼，歡樂至寶，另外就一定美麗都未入嘅。好，睇埋呢隻你知我拼啊，剩翻2隻馬3隻啲熱門啦，剩翻啊，睇埋呢隻歡樂至寶亦都順利埋，咁啊交俾集前啦。太陽高高入閘先，咁啊隻馬都有啲緊張啊！好啦，太陽高高，順利埋，等埋一定美麗。
全部馬不準備妥當。第9場賽事3班1004，大熱暫時顯示係6，準備。黃旗居英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嘛就紅黃啊，咁啊中間第2位有理智我拼啦，第3呢就廣林福將啊，第4位63粉紅帽就好如意啊，內欄淺藍衫第5係神虎龍區嚟噶，出邊係勇敢夢想，中間紅白直間衫啊歡樂至寶，埋邊紫色衫啊飛象啊，後啲嘅嘛一定美麗啦，尾5嘅位置係太陽高高啊，後邊4隻試跑得中橫天下，尾2位置黃衫呢就聰明導彈啦，暫時殿後係雪山神區嚟嘅，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。放頭嘅馬匹係紅黃啊，緊隨第2位啦，外邊係廣林福將啦，埋邊第3係你知我拼啊，出邊嘅第4位就好如意啊，埋邊淺藍衫第5就係神虎龍區啦，第6位紅白直間衫呢，咁啊仲有呢隻歡樂至寶啊，後多層啊嘛，響外邊呢仲有勇敢夢想內欄飛將啦，中檔位置粉紅帽粉紅袖呢就一定美麗啊，後邊5匹馬中橫天下太陽高高試跑得啊，尾二掟大外檔呢就聰明導彈包咗落尾雪山神區啊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紅黃仲係佔先咗1個身位嘅，第2位中間位置響埋邊上嚟啦，就神虎龍區啊，中檔追仲有廣林福將，外邊上呢就歡樂至寶啊，後多層嘅馬呢仲係好如意啊，最後100零米紅黃仲係佔先啊，神虎龍區率先上嚟挑戰啊，出邊追仲有歡樂至寶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神虎龍區已經係脫穎而出，贏緊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埋邊係紅黃啊，第3歡樂至寶，第4名係好如意啊，結果今場賽事。縱使孭住個重磅，呢隻神虎龍區細細隻，咁啊前中段貼欄就慳咗啲位啦。結果喺中檔穿上嚟，輕鬆贏馬。紅黃就跑第2，歡樂至寶第3，好如意跑第4。2號嘅神虎龍區啊，咁啊潘頓最後3.3倍勝出啊。第2名13號嘅紅黃啦，鍾奕禮。第3名咁啊6號嘅歡樂至寶何澤堯。第4名11號啊好如意董明朗。好啦，咁啊潘頓又贏1場啦。歡樂至寶呢又轉唔到腳嘅直路啊，出嚟又急，好急啊！今日出嚟好多旱濕。你見出唔到正腳，彈唔到出嚟。咁啊贏嘅就係神虎龍區，輕鬆啊！紅黃擺到前面走翻到嚟啊，都有個第2啊。暫定名次2號、13號、6號、11號嘅時間1分21秒11，幾快啊！呢組時間。睇翻重播啦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嘛就紅黃啊，咁啊中間第2位有理智我拼啦，第3呢就廣林福將啊，第4位63粉紅帽就好如意啊，內欄淺藍衫第5係神虎龍區嚟噶，出邊係勇敢夢想，中間紅白直間衫啊歡樂至寶，埋邊紫色衫啊飛象啊，後啲嘅嘛一定美麗啦，尾5嘅位置係太陽高高啊，後邊4隻試跑得中橫天下，尾二位置黃衫呢就聰明導彈啦，暫時殿後係雪山神區嚟嘅，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。放頭嘅馬匹係紅黃啊，緊隨第2位啦，外邊係廣林福將啦，埋邊第3係你知我拼啊，出邊嘅第4位就好如意啊，埋邊淺藍衫第5就係神虎龍區啦，第6位紅白直間衫呢，咁啊仲有呢隻歡樂至寶啊，後多層啊嘛，響外邊呢仲有勇敢夢想內欄飛象啦，中檔位置粉紅帽粉紅袖呢就一定美麗啊，後邊5匹馬中橫天下太陽高高試跑得啊，尾二掟大外檔呢就聰明導彈包咗落尾雪山神區啊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紅黃仲係佔先咗1個身位嘅，第2位中間位置響埋邊上嚟啦，就神虎龍區啊，中檔追仲有廣林福將，外邊上呢就歡樂至寶啊，後多層嘅馬呢仲係好如意啊，最後100零米紅黃仲係佔先啊，神虎龍區率先上嚟挑戰啊，出邊追仲有歡樂至寶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神虎龍區已經係脫穎而出，贏緊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埋邊係紅黃啊，第3。預計派彩啦，跑第1名係2號啊神虎龍區，獨贏派33個半，位置派13個半。跑第2名係13號嘅紅黃，位置派51蚊。跑第3名就係6號歡樂至寶，位置派11個半。連人位2搭13派302蚊。二重彩啦，2號13號順序派584蚊。三重彩2號13號6號順序派1423蚊。單 T 派203蚊。位置 Q 2搭13派99個半，2搭6派19蚊，6搭13派81蚊。跑第4名呢就係11號嘅好如意。彭子你個媽啦，我為你神虎龍區。都係啲演出好可靠嘅馬房啦紅黃好快啊出閘啊，房嗰陣出咗嚟。時
時間都快啊，1分21秒11，比標準時間快咗7線。咁啊，紅黃翻到嚟都仲捱到個第二。第二就輕鬆贏喎呢場。有直路你見潘頓都唔係好使騎一路咬住你，好似食住你氣流咁樣咧。後邊拉得快就順啦，係啊，自己飆就嗯，輕輕一騎落去，咁你一甩咗成個馬位翻嚟。嗰隻鹿啊，轉嚟轉去有啲腳有冇斷啊？終點前又再轉一下都冇力嘅啫嘛。同埋今日都記住啦，濕晒嘅啫嘛。自己踢腳可能踢晒力去啦已經。係啦，沙圈嗰度都踢一條欄。同埋始終係初上1400啊。雪山神區嗰啲跑草地咧，就跟都跟唔到啊速度。所以啲飛爭好遠啊，佢過百倍啊！跑泥地啊有飛。呢場唔記得報文喎。係啊，斷纜啦，終於。唔係好追嘅，用咁夢想。步速咁快都追唔到。反而中橫天下都有衝。伍鵬志今日都起個孖，我為你神虎龍區。兩個尋日冇馬贏，今日加埋有6場。4連環預計派彩2號、6號、11號、13號派495蚊。4重彩預計派彩啦，2號、13號、6號、11號順序派12392蚊。贏都贏得幾輕鬆嘅，不過直路有一下呢，潘頓都甩咗韁繩啊。哦，老貓燒鬚。少少啫啊，好快執得翻。